再来看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不满公司化津贴减少哦。9月7日的公告讲，按算伫今年中秋跟国庆连假依法休困，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昨则表示讲，已经甲工会充分沟通，应该袂有讲无要加班的情况。也毋过工会昨暗时表示讲，已经有909个司机人事咯，今仔就甲人事书送互代替。 连中秋节连续假期只剩半个月，代替早已经卖出超过21万张廉价车票。也毋过，司机员可能伫中秋节迄天无加班，为要争取权益表态。要罢工啊！罢工会影响到旅客的权利啊，就跟上层好好沟通就好了。会支持他们这样子的诉求？会啊，因为我除了是旅客，也是劳工啊。 我支持所有劳工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摆由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发出的动员令，诉求原因是一直无看到行车安全执法，甲员工权益参津贴法制化。工会连续中秋节甲国庆日无加班，已经得到1400多名代替司机员人数，超过9%。比起5月劳动节无加班，响应的司机员也搁较侪。 代替企业工会也全力支持交通部伫公司化法制化过程一再头前检验员工任务可进。部长在讲的部分说有持续沟通，不过这个沟通在去年5月18号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在，1年多了。 还是这句话，去年5月有11个，今年应该没有10个。这段时间我们跟行政也做一些充分的一些沟通哈，大致都往正向来走了哈，所以想说整个应该不会有不加班的一个状况哈，目前是这样。对目前无到10名司机员无参与联署，中秋节敢会当开出偌济班车，正做事分一大变数。 交通部长王国材13回应，劳资沟通应该会朝好的方向前进。那代替14早起发出书面声明，当积极甲工会沟通协调中。记者综合报道。